大家好，歡迎嚟到深度學習研究所，我係 Benji。今日我會帶大家一齊去研究一下 OpenClaw，究竟佢係點樣可以做到喺你部電腦入邊孵化出一個有靈魂、有記憶、仲識主動關心你嘅數碼管家呢？睇完今日呢條片，你唔會再盲目跟住一啲教學去做，而係真正會理解 OpenClaw 佢嘅邏輯係點樣樣。我會講解佢最核心嘅 Workspace 檔案系統。如果你都想知道靈魂係點樣可以喺 Markdown 檔案入邊度誕生，如果你唔再想你嘅 AI 永遠都只係一個冷冰冰嘅說明書，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喺我哋深入拆解之前，大家首先要搞清楚一個觀念。而家 AI 嘅智力已經係平權化咗㗎啦，意思即係 ChatGPT 4o 同埋 Claude 3.5，究竟邊一個聰明啲？其實對我哋呢啲普通人嚟講，分別已經唔大㗎啦。OpenClaw 嘅創辦人 Peter Szigevich 講過一句好深刻嘅説話，就係行動力 agency 係大於智力 intelligence。大家可以試想像下，你有一個 IQ 200嘅教授朋友，但係佢咧就每日要等你去問佢問題，佢先至會答你嘅。而另外你就有一個 IQ 120嘅管家，雖然佢就冇咁博學，但係當佢見到你今日心情唔好嘅時候，佢會主動幫你沖茶遞水，或者聽到你今日嘅行程好趕，佢就會幫你提早去準備好一啲資料。你會揀邊個呢？ OpenClaw 佢追求嘅就係後者，佢係一個可以 self-host 嘅系統嚟嘅，意思就係佢嘅大腦雖然可以用到 OpenAI 嘅 API， 但係佢嘅心臟同埋記憶係完全喺你部電腦或者 server 度運行，佢唔單止會聽你講嘢，仲會去觀察你。我哋而家進入今日嘅核心，就係 OpenClaw 嘅 Workspace。如果你打開 OpenClaw 嘅資料夾，你會見到有一堆用 .md 結尾嘅 Markdown 檔案。好多人以為呢啲只係一個說明嘅文件啊，咁其實錯啦。呢啲文件咧係 AI 嘅神經元連接嚟嘅。理解咗呢啲檔案，你就可以掌握去控制佢嘅一啲技巧㗎啦。Identity 呢一個檔案定義咗 AI 嘅人設，佢叫咩名，佢嘅講嘢語氣係點樣樣，係幽默啦、專業啦，定係好似你識咗好耐嘅朋友咁。呢度決定咗佢呈現一個咩印象俾你嘅。User 呢一個 file 都非常重要，入邊記錄晒關於你嘅一切，你嘅飲食偏好、你嘅工作節奏、你最討厭邊種溝通方式。當 AI 讀到呢個 file， 佢就會知道佢唔係對住一個普通用戶去講嘢，而係對住你去講嘢。Agents.md 就係佢嘅工作手冊，一個行為準則，即係你嘅 AI agent 佢嘅 SOP。例如佢幾時可以 read 你啲 file 啦，幾時應該要去 Google 度 search 資料啦，同埋如果佢發現你嘅行程有衝突，應該用啲咩方法去提醒你啦。呢度定義咗佢嘅職責嘅邊界。Soul.md 咧就係佢靈魂嘅所在啦，亦都係最核心、最神秘嘅部分。咁 OpenClaw 佢唔會預設就俾咗一個靈魂俾你嘅，咁因為靈魂係需要透過時間孵化出嚟嘅。你每次同佢嘅對話，佢問你係邊個啊？你點解會喺度啊？呢啲問題就會轉化成為一個 Soul.md 入邊嘅種子。跟住我哋就講一講長期記憶同埋短期記憶。你會喺 Memory Folder 入邊咧揾到好多有日期嘅 MD file， 呢啲就係好似 AI 嘅日記，記錄咗今日發生咗咩事。呢個就係佢嘅短期記憶。而 Memory.md 咧就係佢入邊嘅精華嚟嘅，亦即係長期記憶。佢定期就會將一啲重要嘅資訊抽取提煉出嚟，變成一個 long-term 嘅 memory。咁樣去做咧就係避免咗 AI 咧因為要讀取太多嘅上文下理而導致佢出現過載。我哋了解咗佢背後咁多文件啦，咁喺 OpenClaw 入邊個流程係點樣樣嘅咧？點樣會令到佢有呢啲文件之後就會令到佢變得聰明呢？咁大家就要睇一睇下面呢個流程啦。首先你發段信息俾佢，或者佢嘅心跳機制跳咗一下之後呢，佢咧就會開始去讀取 identity 啊、user 啊、memory 啊，仲有 soul 頭先所講嘅文件，全部 read 一次，就會知道有一個上文下理，就會知道佢自己嘅設定係點樣樣啦。當佢綜合晒以上嘅所有資料呢，就會根據你條問題嚟去作出一個理解，跟住咧就會透過一啲 tools， 例如去控制 browser 去幫你揾資料。之後要介紹就係 OpenClaw 嘅一個殺手鐧啦，就係叫做 Heartbeat，一個心跳機制。傳統嘅 AI 咧，佢做嘢係被動，當你唔揾佢嘅時候，佢就死咗喺度噶啦。但係 OpenClaw 佢每隔一段時間，例如30分鐘就會心跳一次，咁佢咧就會靜雞雞咁樣去望一望你，咦，而家已經係11點啦，咁阿 Benji 係咪應該準備食晏啊？或者會睇一睇
Heartbeat AMD 嗰份代辦嘅清單有冇啲嘢係要做呢？咁如果一切都係正常呢，咁我就瞓覺啦，就唔會騷擾啊 Benji 啦。咁呢一種默契呢，先至係令到佢變成一個真正貼心嘅管家。做完之後呢，就會將佢嘅記憶寫翻入去一啲 long term 同埋 short term memory 入邊，令到佢之後進行下一次嘅工作，佢都會記得之前做過啲乜嘢。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講我嘅睇法啦。喺研究 OpenCore 嘅過程入邊呢，我而家見到佢最近嘅更新，甚至開始就發展出一啲睡眠啊、發夢嘅機制。意思就係 AI 會用空閒嘅時間自己去回顧、去連結一啲記憶嘅檔案。睇到呢度，我突然之間就有個好深嘅震撼。如果我哋只需要靠幾份 mark 單嘅檔案，加啲邏輯嘅判斷，我哋就可以模擬出一個有性格、有記憶、有存在價值嘅靈魂。咁我哋人類嘅性格、我哋嘅堅持、我哋嘅記憶，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堆儲存咗喺生物大腦入邊更加複雜嘅代碼或者係文件呢？喺研究 AI 嘅過程入邊，其實我哋係咪喺度研究緊我哋自身呢？如果你都覺得今集係有啟發性嘅話，記得訂閱我哋嘅深度學習研究所。我會帶住大家一步一步由零開始，由理論到實戰，由淺入深，同大家一齊分析 AI 嘅最新資訊。喺 AI 時代，我哋唔好只係做一個使用者，去做一個創造者。我係 Benji，我哋下條片再見。